芊芊，芊芊，我没使劲儿啊！你讹我啊！谢谢。我陪着你，早点休息吧。原来生病有人照顾，是这个感觉啊。等你睡了，我再走。我睡不着。你还记不记得，小时候你睡不着，拉着我弹琴给你听。我不弹，你便要罚我。平儿，你可真好。你要走了？天色已晚，毕竟男女有别。好，不为难你了。我明早再来。花园男子，说一套做一套，嘴上说不弹琴，实际上偷偷苦练，勾引女子，真不要脸。何阳，你喝那么急干嘛？这不是你惯的吗？我又不会弹琴，只能为你要，让你早点好。我又不用你弹琴，你能这么来照顾我，我已经很感谢了。以前生病都是一个人的。这次有我在呢。
以前生病的时候还要写剧本，剧本没写完还要被催，整个剧组的人都等着你。什么剧组啊？不敢生病，也没时间谈恋爱，写不好爱情剧还要被演员嘲笑。慢点啊！说什么胡话呢？啊！你是城主之女，谁敢逼你？你呀，大老虎。三公主病了，需要好生休息。明天早上，你把门锁起来，谁都不许进，尤其是裴恒。明白。子睿，看，这是我亲手打下的江山。对呀，就剩下这几棵树了。你不懂，有一句话叫“寒硕在手，天下我有”。虽然我现在身无分文，无权无势，但是我活得逍遥自在，一点生存压力都没有。碰我！韩少君是玄武城派来入赘的，自己都自身难保，怎么可能还保护女人？你是不知道他有多厉害。对，那看表面。那厉，你身子这么弱，怎么还在外面吹风？上进吃水果。甜不甜？甜。家里的厨子都走了，我让白吉去外面酒楼买了点吃食，你尝尝，合不合你胃口？你怎么买了这么多呀？这多浪费啊！你也知道现在咱家的情况，有上顿没下顿的。你要是……你放心，以我的资产，养你还是绰绰有余的。你的资产？晚上你能嫁人吧？是聘礼。这不对吧？少君从玄武城带来的小金库，你要说这嫁妆，我当然是没什么好说的。但你要说这是聘礼的话，是不是得给我啊？说的对。少君，三思啊！你这是想管我的钱？没有没有，我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我只是想搞清楚这是聘礼呢还是嫁妆。白吉，去把账本拿来。嘴上吃点亏就吃点亏吧，嫁妆就嫁妆吧。只是有一点，既然我把账本交给你了，你是不是该改口叫我夫君了？什么？没关系，三公主尊贵惯了，不必勉强。